高雄的洲仔蓝仔地是国家级的蓝仔地，当年的4月到9月是保育类菱角鸟生团的季节，而且这款菱角鸟真罕得，是由港的来捕卵带鸟仔囝，这罕得的画面带大家做回来看。 长长的乌色尾溜，颔棍遐有一搭野白的黄毛。去年伫走行的洲仔蓝仔地记录到的菱角鸟捕卵正珍贵的画面。这当年对4月开始，就线线有菱角鸟飞来做收生卵，上济时会当看到10外只。台湾湿地保护人民讲，因为换毛换好的菱角鸟公母生甲真相共，若是要分公母，看啥人在捕卵带鸟仔囝就知。因为菱角鸟是少数由鸟公来捕卵的鸟仔。 其实水蛭它公母长得都差不多，都会跟那个我们的学员讲说，那如果你要辨认的话，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方式。假设说你很幸运的看到它旁边正好有带小宝宝的话，那因为在水蛭的世界里面，负责带宝宝的是爸爸，所以它就比较高的几率就会是公的水蛭。面积9公顷外的洲仔蓝仔地原地是一地灌溉池塘。 公园处对民国91年开始，甲联名合作，保留蓝仔地原本的地貌，打造适合菱角鸟生活的环境。这20多年来，上济要记录到10收的鸟仔收，孵出16只的鸟仔囝，福育的成果真好。97年独红列做国家级的蓝仔地。洲仔湿地不仅提供市民近距离观赏自然的空间，也是湿地保育与生态教育的重要据点。 展现都市与自然共存的可能。台湾湿地保护联盟表示，今年可能是因为菱角鸟拄换毛，较大也无看到菱角鸟做的收，嘛有可能是适合做收的印度杏菜叶啊也无够多。目前联盟也持续观察当中。记者郭家如、邱兆阳、高永昌报道。